I must be dreaming， 來兩杯脫脂咖啡，來細聽哪裏最多趣味，來讓我帶着你找最美味，哪裏怕未會知，將高潮生活給你。生而好學，開卷快樂。生而好學，開卷快樂。新鮮出版的週刊，太多激爆的炒作，要令到大眾都開卷快樂。歡迎收聽《高潮生活》，我係曉慧。喺2025年嘅8月美國就宣布成功促成咗阿塞拜疆同埋亞美尼亞簽署咗和平協議，並且話將會獲得對於贊格祖爾走廊呢一條嘅戰略通道99年嘅開發權。喺協議文件入邊有一個好耐人尋味嘅細節，呢個合作項目被命名為特朗普國際和平繁榮之路，簡稱叫做 TRIP。呢個名確實係令人意外嚇。縱觀全球由城市至到街道，由機場至到橋梁，美國嘅總統、將軍、議員嘅名一早遍佈全世界㗎啦。美國人點解會對用人名去命名咁情有獨鍾呢？喺古代嘅中國將人名作為地名非常之罕見。而由於有呢種專者繼位嘅觀念為一啲嘅皇帝或者佢哋嘅親族專門去更改地名嘅情況，反而就成日都會發生嘅。例如為咗要避開隋煬帝楊廣嘅呢個名位，全中國當時有幾十個地名當中有廣字都要改晒佢。直至到近現代先至再出現翻越嚟越多用人去命名地名嘅情況。相比中國美國係非常熱衷喺將人名用嚟去命名一個地方。根據一個澳洲語言專家喺2011年發表嘅研究，美國3142個縣名當中有2283個縣名係嚟自於人名，佔比係超過70%。首都華盛頓都會區總共3座機場，一座係以列根總統嘅名命名，一座係以國務卿杜勒斯嘅名命名，另外一座係為咗紀念馬歇爾巴爾的摩第一位嘅非洲裔大法官去命名。呢種嘅現象一早係司空見慣啦。喺殖民時期英法殖民者嚟到呢片土地嘅時候，好多人係得到國王、貴族同埋商人嘅贊助。而為咗要答謝呢啲權貴嘅庇護，佢哋經常以贊助人嘅名去命名新發現嘅土地。今時今日我哋睇到喺美國東海岸嘅地名幾乎全部都係以呢種嘅命名方法嘅。英屬北美殖民地嘅佐治亞州係取自英國國王嘅佐治二世。弗吉尼亞州係得名於伊麗莎白一世嘅儲子王嘅稱號 Virginia。咁馬里蘭州嘅名就更加直接啦，翻譯成為中文就叫做瑪麗的土地啊嘛，以此紀念英格蘭查理一世國王嘅妻子亨利埃塔瑪利亞。弗吉尼亞嘅詹姆斯敦係以詹姆斯河命名，而呢條河嘅名又係對於詹姆斯一世國王嘅致敬。而特拉華州係為咗紀念英國嘅貴族特拉華勳爵。殖民時代嘅13殖民地喺法律上多數都係英國皇室嘅私有財產，所以喺嗰個時期嘅命名方式體現嘅其實就係典型嘅封建恩庇同埋財產所有制嘅邏輯，係要表達對於贊助人嘅感謝，亦都要體現呢啲土地係屬於邊個嘅。命名係宣誓忠誠，亦都係主權嘅一種聲明啦。西班牙、法國等等係會用聖徒國王呢啲人嘅名去命名，例如路易斯安那州嘅名就嚟自於法國國王嘅路易14。1776年獨立宣言頒布咗之後，美國人就脫離英國獨立，舊地名入邊帶有君主制印記嘅名即刻就變得格格不入啦。為國王去改名嘅呢個時代過咗去，但係用人去改名嘅習慣都保持咗落嚟。隨住疆土向西不斷咁拓展，當新嘅區域嘅人數去到法定規定嘅時候就可以成立新嘅州，再劃分其中嘅縣。各縣再按照民主程序去決定要咩名。當時新一代美國人就開始用建國元勳嘅名為一啲州縣嘅城市去命名啦。華盛頓、傑弗遜、富蘭克林、麥迪遜。根據統計，喺美國境內以華盛頓作為名嘅市同埋鎮係過百個嘅，9間大學嘅校名當中都出現咗華盛頓嘅名，甚至連南太平洋嘅法屬嘅波利尼西亞嘅一座島嶼，亦都一度被美國嘅水手命名叫華盛頓島。最出名用華盛頓去命名嘅城市，自然就係首都所在嘅華盛頓特區啦。
喺獨立咗之後，原本嘅首都費城呢，因為兵變呢啲嘅問題，被認為呢唔係咁啱去作為永久首都。經過北方同埋南方大家傾過之後，國會最終呢就決定喺波托馬克河嘅沿岸劃出一片大概100平方英里嘅區域呢作為新嘅地區。而呢一座新嘅城市呢，係由法國裔嘅建築師皮埃爾朗方設計。雖然喬治華盛頓呢建議將首都定名叫聯邦市，1791年嘅9月，首都最終呢係改名叫華盛頓市，所在嘅區域呢就稱為哥倫比亞特區。華盛頓代表住共和國嘅締造者，而哥倫比亞象徵住新大陸嘅精神。喺歐美國家呢，國家往往呢係被擬人化特定嘅形象，例如法國共和國時期嘅瑪麗安娜，英國嘅不列顛尼亞，美國自建國早期亦都係類似嘅現象啦。哥倫比亞呢個名係直接呢係嚟自美洲發現者嘅克里斯托弗哥倫布。喺18到19世紀都會用作美國嘅化身，出現喺一啲詩啦、繪畫、雕塑或者機構嘅名入邊，例如哥倫比亞大學、哥倫比亞河、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喺獨立之後，甚至有人提議咧將國家正式命名叫哥倫比亞，不過就冇被採納啫嘛。隨住西部擴張當中嘅領土不斷擴展啊，越嚟越多嘅無主地同埋原本屬於印第安人嘅土地呢，係被納入到合眾國嘅控制範圍。以安德魯傑克遜等總統為名嘅地名呢，大量分布喺南部同埋中西部。內戰之後，以亞伯拉罕林肯為名嘅地名大量出現，以至於每一個州都幾乎有以林肯作為名嘅市同埋鎮。美國名人嘅名啊，成為咗獨立之後至到19世紀地名嘅主要來源。命名咧唔單止象徵住新土地嘅發現啦，同埋定居，亦都為呢個共和國家塑造共同記憶嘅一種方式。透過喺地名中紀念華盛頓、傑弗遜、林肯、美利堅合眾國前所未有咁團結埋一齊。選擇邊個去作為地名，相當於用最簡單嘅方式話俾美國嘅公民知邊個係國家嘅英雄。由此就形成咗一本地理版嘅教科書啦。19世紀被稱為美國嘅鍍金時代，大資本家、鐵路巨頭、鋼鐵財閥粉墨登場，財富集中到極致，亦都帶嚟咗前所未有嘅表達慾望。個名嘅意義由紀念係變成咗一種標榜。喺對於國家英雄嘅紀念之外，美國唔少地名同埋機構嘅姓名源於贊助嘅人或者創辦者嘅本人，同中國傾向於以地理方位寓意吉祥或者集體象徵命名嘅方式唔同。美國人更加傾向於直接就用佢個人嘅姓名，尤其係個姓福特汽車、迪士尼公司、摩根銀行、卡內基音樂廳，呢啲名本身亦都係品牌啦。咁亦都反映出美國文化對於個人嘅信任以及崇拜。呢種嘅偏好唔係話現代市場先會有嘅噃，而係深植喺美國文化核心當中嘅個人主義。由清教徒登陸北美大陸開始，個人奮鬥、個人責任、個人榮耀，成為咗美國精神嘅基石。命名嘅意義亦都係對於個人道德嘅成功展示，同時亦都係社會階層嘅上升、品牌建設嘅重要工具。德克薩斯州嘅例子就最為之經典啦。1836年德州喺山姆休斯敦嘅率領之下由墨西哥獨立出嚟，建立咗孤星共和國。後嚟嘅休斯頓就以佢嘅名去命名啦。而家休斯頓係德州嘅第一大城市啦，因為同 NASA 嘅緊密關係亦都被稱為太空城。不過休斯頓呢座嘅城市嘅傳奇最早係房地產商故意所打造嘅結果嚟噶。19世紀中葉嚟自紐約嘅房地產商人艾倫兄弟準備喺新開發嘅土地就幹一番大事業。佢哋以唔夠1萬蚊嘅價格買入咗呢一塊嘅土地，而為咗吸引一啲移民同埋投資人佢哋選擇以山姆休斯頓嘅名去將呢個新城市命名，極力咁宣傳佢地理上邊有啲乜嘢嘅好處啦，同埋邀請咗大船駛入碼頭去示範佢個通航便利。呢座城市由命名開始就明顯帶有好鮮明嘅商業同埋個人意志嘅印記啦。咁類似嘅命名亦都有好多嘅，而呢種嘅現象喺土地稀缺、國家權力高度集中嘅歐洲就比較少出現嘅。而喺美國佢象徵住私人資本開拓以及對於地方秩序嘅掌控。一個人嘅姓氏如果係寫入咗地名，本身就係一種權力嘅體現啦。19世紀中葉開始美國嘅鐵路、大學、博物館同埋基金會出現咗大量以個人姓名命名嘅方式，呢個就成為咗資本家同埋慈善家去塑造公共形象嘅有效手段。紐約著名嘅卡內基音樂廳嘅名就係來自於20世紀初嘅鋼鐵大亨安德魯卡內基。洛克菲勒中心就係以石油巨頭約翰洛克菲勒嘅名命名。
呢啲名呢，既係捐贈人嘅紀念碑，亦都係佢哋喺公共領域嘅永久廣告。美國嘅有錢佬呢，尤其熱衷喺教育領域呢去冠名嘅。始建於1891年嘅史坦福大學嘅名呢，係嚟自於時任加州州長利蘭史坦福同埋佢嘅太太簡史坦福，用嚟去紀念呢佢早逝嘅仔小利蘭史坦福。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直接就取自於同名商人以及慈善家約翰霍普金斯。哈佛、耶魯呢啲嘅名校背後，亦都有一位真實嘅捐贈人，佢哋嘅名同校訓一齊構成咗呢啲學校嘅象徵體系。我哋啱啱話呢個美國嘅鍍金時代，命名呢成為咗社會嘅一種表達語言嘅方式。個名係意味住財富，意味住聲譽，亦都意味住權力。個人嘅名透過命名嘅方式進入到大眾嘅公共空間。個人喺國家中呢，有啲人話係獲得咗象徵性嘅永生啦。時至今日咧，美國公司咧乃至政治家依然都延續緊呢一種以個人姓名去命名嘅傳統噶。比如特朗普咧喺後生嘅時候咧，創辦咗以自己姓氏命名嘅公司，喺紐約擁有同佢同名嘅大廈，大廈上邊5個金色嘅字母咧，成為咗佢張揚嘅品牌符號。不過問題就嚟啦，城市企業建築可以用人名去命名啦，咁國內或者國際性嘅條款得唔得嘅呢？例如好似我哋喺今日節目開始提到嘅特朗普國際和平繁榮之路呢種嘅命名方法呢，喺美國歷史上面係咪常見呢？答案呢係否定嘅。美國呢係好少用自己嘅名去命名一款政治條款。1977年啊，美國同巴拿馬簽署咗托里霍斯卡特條款，係其中好罕見嘅一個例外。以巴拿馬軍事領導人啊奧馬爾托里霍斯同當時嘅美國總統吉米卡特嘅名去命名。類似嘅仲有1914年嘅布萊恩查莫羅條約，呢一類嘅命名呢，多數係出現喺雙方官員呢一齊簽名，並且係代表雙邊利益嘅協議當中嘅。而特朗普喺呢個 TRIP 上邊嘅命名呢，咁好明顯係唔同啦。佢令到呢一項亞美尼亞同阿塞拜疆嘅和平協議用自己嘅全名進行命名，唔單止象徵住個人化嘅政治風格啦，有人話係體現咗一種好強烈嘅政績歸屬嘅意圖。咁你可以話佢係一份和平嘅協議，有啲人更加話佢似一份呢打住特朗普名嘅政治廣告。從歷史上嚟睇啦，美國總統嘅姓氏呢最常出現嘅地方呢係公共設施嘅名稱。20世紀之後新建嘅美國嘅海外軍事基地、科研項目、太空計劃，基本都係以總統去命名。例如甘迺迪航天中心、列根號航空母艦、休斯頓喬治布殊洲際機場。呢啲命名呢，往往都係發生喺總統卸任或者過咗身之後，由政府或者國會批准。而特朗普嘅命名呢，似乎打破咗呢一種嘅先例，由佢在任嘅時候就已經開始將個人同外交嘅成果直接綁定，將命名權呢直接綁定政治權力。呢種個人化嘅命名呢，當然唔係偶然嘅現象，而係特朗普對於佢名嘅象徵意義呢，一貫都好重視嘅一種傳統啦。例如喺總統第2任期開始嘅時候，佢甚至提出要將墨西哥灣改名叫美國灣，一度引發網絡嘅爭議。特朗普嘅冠名啊，睇落好似好突兀，其實係美國命名文化一種邏輯嘅極端化嘅表現，透過將外交行動包裝成為個人成就，希望能夠令到自己嘅名亦都成為以後歷史文本當中嘅一部分。不過呢，墨西哥總統辛巴姆呢對此呢係做過明確嘅回應嘅。佢話特朗普你可以隨便稱呼任何一個地方，但係對於墨西哥同埋全世界嚟講，墨西哥灣嘅名呢係唔會改嘅。Now you listening to 高潮生活 Passion for Fashion。 I must be dreaming。 來兩杯脫脂咖啡，來細聽哪裏最多趣味，來讓我帶着你找最美味，哪裏怕未會知，將高潮生活給你。高潮生活，聽覺高潮所在。Now you listening to 高潮生活 Passion for Fashion。 高潮生活，聽覺高潮所在。高潮生活，自在人生。最近呢，我睇咗一句說話，佢話因為咧習慣歸納總結嘅人呢，往往都唔係賺錢嘅外行，佢哋會簡化成功為結果論，而忽略咗最有價值嘅過程。
同一件事呢，外行睇同埋內行睇呢，完全係唔同嘅。呢個就同冰山嘅原理係一樣啦。外行呢，永遠只能夠摸到水面上面嘅20%，而真正決定勝負嘅呢，係水底下面嗰80%，你根本都唔知嘅。不過問題就係在於啊，而家嘅傳播環境呢，係會無限放大嗰上面20%啊嘛，因為佢哋都係短平快嘅歸納總結，容易被睇到吸收，亦都符合用戶呢即時消化呢種心理。所以大家就會錯誤咁將呢20%呢等同於真正有價值嘅80%，最後照做，發現自己完全都唔係嗰回事嘅。嗱，我哋舉個例，比如話自媒體嘅爆款啦。嗱，如果喺網上好多啲老師教學呢，清一色都話俾你聽啦，封面一定要做到有視覺撈點啦，標題呢一定要夠直擊人心，咁啊內容呢仲要埋各種嘅嗰啲勾啊 hook，最後拆解出嚟呢，1、2、3、4、5、6照住做就冇錯噶啦。但係當你實際操作之後，你會發現根本唔係嗰回事喎。就算你踩準晒每一個 SOP 嘅步驟，最後嘅結果都係不盡如人意。點解會咁呢？因為你只係睇到表面啊嘛。網上課程啊，授課俾你個老師拆解俾你嘅經驗呢，只係表面。呢啲所謂嘅歸納總結啊，只不過係將睇到嘅表面呢，佢進行咗一個匯總提煉。但係無論點樣提煉呢，佢依然都只係表象。就好似你睇到啊，禮拜一會落雨，禮拜二會落雨，於是呢，你會推理禮拜三應該都會落雨啩。出發點本身就錯咗噶啦。咁而實際如果自媒體嘅爆款內容點樣做出嚟嘅呢？嗱，唔係創作出嚟嘅，而係運作出嚟嘅。唔係你有能力就能夠做到爆款，而係平台俾你做出爆款呢，咁你先有機會做到嘅。所以你需要去一個個去測試，去做 A、B 款唔同嘅內容，用控制變量法呢，一個一個去調整封面啦、改標題啦、文案啦，然後不斷去觸碰呢個平台嘅喜好，再根據後台數據反饋呢去進行修改優化。用戶當見到爆款嘅內容，背後可能係由10個、20個甚至乎100個、1000個死咗嘅內容當中呢再篩選出嚟嘅。佢哋唔係靈光乍現創作，而係背後靠呢一套完整嘅生產機制，再加上人工數據嘅分析配合，最後孵化出嚟嘅。而支撐呢一套機制嘅運作，背後需要一個團隊，一個人係絕對搞唔掂嘅。雖然咧，我而家亦都好睇好下 AI 能夠提升好多人嘅呢個內容嘅生產效率啦，但你要明白，做好自媒體嘅重點呢，唔係你搞創作有熱情就可以將件事做好。你咁諗咪又係嗰20% 嘅表象咯。你一定要有敏銳嘅社會洞察力，對人性有深刻嘅理解，對數據有高度敏感。你仲要文筆夠好啦，有心態要夠開放啦，而且隨時能夠放棄以前成功嘅經驗，去展開新嘅趨勢嘅變化改變，去改變自己嘅內容風格。因為一旦平台嘅風向變咗呢，喜好都會轉晒嘅，甚至乎政策一改，你所有覺得好好嘅內容，或者下個月就已經覺得係唔好嘅內容啦。點解會咁？因為呢個係平台嘅意思，系統嘅意思。平台為咗保證一直會有活躍嘅用戶存在，咁佢不停需要推出一啲新嘅內容，咁先至唔會令到啲受眾咧見異思遷啊嘛，先能夠對於投資人解釋，雖然平台唔揾錢，但係呢啲用戶嘅資產咧係無限嘅價值，係未來商業變現嘅巨大空間。所以你喺一個平台上面要獲得生存，你喺度玩嘅呢個遊戲，你就要學識企喺平台角度去諗啦，去諗下作為系統嘅管理者或者統治者，乜嘢先係最想要嘅嘢，以呢個作為最上層嘅戰略出發點，再睇下你嘅內容要點做。所以有啲好聰明嘅運營嘅人呢，日日都喺度研究平台嘅政策，就好似做生意嘅大佬呢，每日一定要睇時事新聞一樣。順住呢條路呢，我哋可以再去諗一個現象，冇錯，依然都係現象。不過呢，我哋係透過呢個現象再睇下後邊嘅本質。呢種嘅現象呢，就叫做唔會有一個平台會俾你一個個體形成牢斷。嗱，我哋講人話，即係話係唔會有一個大網紅咧一直咁紅落去嘅，因為平台唔會允許佢最寶貴嘅用戶資產被一啲個體牢牢掌握手上邊。所以你睇下所有平台上面曾經大紅大紫嘅網紅呢，佢哋都係好似一陣風咁嘅。就算你嘅內容再正，但係一旦你心生異心，又或者你做出一啲唔符合平台發展方向嘅嘢呢，平台一定係將你封殺，或者數據就唔推你啦。呢個就好似一個國家嘅國王，唔會允許底下出現一個比自己嘅話事權重大嘅人。就算呢個人幾咁打得，幾能夠治理國家，幾咁受到百姓嘅擁戴，國王都要諗盡辦法要制衡你。因為國王咧會覺得你會綁架我嘅民意，喐到我呢個國家嘅根基，調翻轉頭同我平起平坐。雖然你有功勞，但係亦都係一個巨大嘅風險啊嘛。嗱，呢個比喻呢，即係網紅同平台嘅關係好類似啦。平台咁就係國王，呢啲嘅網紅呢，就係每一個賽道嘅一啲大將軍。喺過去呢幾十年啊，呢啲知名嘅大網紅呢，此起彼落，歸根究底呢，都係相同嘅原因啦，就係太自以為是啦。
只有少數經久不衰嘅網紅呢，佢哋好識得點樣同平台共生，同平台一齊分杯羹，順應平台發展嘅方向去調整自己內容經營策略。你唔好睇佢哋揾咁多啊，每日都好似如履薄冰，好似帶住個腳鐐喺度跳舞咁嘅。嗱，呢啲就係人性，所以我哋唔單止要研究用戶嘅人性啦，亦都要理解平台背後嗰個話事人嘅人性、資本嘅人性。嗱，呢個例子呢，具體，但係就講咁多，因為呢上邊呢啲嘅信息，如果你唔係呢個行業呢，或者你真係聽過都唔會明嘅。但係呢個叫唔叫歸納總結呢？未必係吓，因為佢哋寫出嚟呢唔性感，亦都唔會廣為流，亦都冇咩廣為流傳嘅金句，而且呢啲嘅信息好多都需要展開去諗下，去展開去分析下。但係廣為傳頌嘅嘢呢，唔一定切實有用噶嘛，而切實有用嘅嘢呢，你唯有親身去操作先能夠掌握嘅，邊個話你聽都冇用嘅。咁具體要點做呢？有3個小小嘅提醒。第一，去同呢個領域嘅資深人士去對話，唔好搞錯啊！唔係你同呢個領域最出名嘅人去對話。我哋上面講咗啦，要識得包裝自己。名聲好響嘅人呢，唔一定係最懂行嘅人，佢哋只係為咗宣傳自己嘅需要啫嘛。咁點樣辨別呢個係唔係資深嘅人呢？好簡單，你睇下佢有冇落地實操嘅一線經驗。對一個具體嘅問題，佢講出嚟嘅觀點方法，你聽咗之後會有嗰種即刻想去做嘅衝動，而唔係聽完之後好似雲裏霧裏故作高深，明又好似唔明，咁就代表呢個人呢係有嘢啦。好，第二呢，唔單止要睇成功案例，仲要睇失敗嘅案例，因為成功嘅人呢，佢點講都啱噶嘛，你就分唔清事實噶啦。明明成功就唔係因為呢個原因，佢亦都能夠講到頭頭是道，令你深信不疑。因為成功嘅人呢，往往係有光環嘅，亂嘅呢都可以講翻直嘅，旁人亦都唔會質疑。但係如果你真係想學到嘢呢，一定要學識去除光環。如果你辨別唔到呢，寧可你要睇下佢失敗嘅案例，因為失敗嘅案例呢，先會毫無保留。因為結果係失敗嘅，佢就唔會對於過程有任何嘅美化，因為冇必要啊嘛。咁樣一嚟呢，反而呢更能夠令你盡早發現真相，揾到個原因所在。第三，去思考底層機制，唔好淨係睇零星嘅表象。每個人一開始賺少少錢，可以係靠運氣，可以係靠信息差，可以係靠靈光乍現，靠狗屎運，或者都可以揾到一輪錢。但係如果你想將呢個揾錢嘅模式固定長期落去呢，咁就需要設計同埋構築一個機制，因此呢，你就需要學一啲商業嘅思維去包裝自己，而唔係靠草台班子啦。比如話對市場或者競爭產品嘅判斷啦，對環境政策嘅解讀，對於用戶客群嘅研究，對內部組織架構嘅建立，對於資本市場嘅理解等等，呢啲嘅因素呢，先可以構成咗你揾錢嘅機制。呢個世界上揾小錢嘅方式百花齊放，但係最後上升到必然要去匯總到一個大嘅主題上邊，就係商業遊戲嘅規則。希望我哋今期節目分享嘅內容，亦都可以啟發到大家啦。想重聽更多過往節目內容，或想將你喜歡嘅內容分享俾朋友，只需要喺你任何目前使用中嘅 Podcast 播客嘅應用程式搜索關注Go 潮生活。多謝收聽，我哋下期內容再見。高潮生活，活在當下。高潮生活，聽覺高潮所在。